近日 G7 外長及歐盟高級代表對香港法院就黎智英案嘅定罪大放厥詞，公然詆毀抹黑，聲稱呢個係政治審判同壓制言論自由。呢種老調重彈嘅指責，簡直係罔顧事實，倒打一耙。香港特區政府以強烈反對，指出法庭依據法律同證據作出公正裁決，裁決書長達855頁，詳盡說明黎智英並非因政治觀點受審，而係因勾結外國勢力，喺求外國制裁中國同香港嘅行為，邊度係言論自由，分明係赤裸裸嘅叛國勾當。回想黑暴時期，黎智英利用《蘋果日報》作為幌子，大肆鼓吹顏色革命，公開希求美國等國干預，甚至喺報紙頭版呼籲制裁香港。呢啲鐵證如山，法庭審理過程公開透明，歷時超過1年，證人出庭作供，辯方律師充分陳詞，邊一點唔符合程序正義？反觀 G7 國家，邊個唔係雙重標準嘅行家？英國有2023年國家安全法，嚴禁勾結外國危害國家；美國嘅外國代理人登記法，更係鐵腕打擊外國代理人。加拿大剛通過2024年反外國干預法，禁止任何形式嘅外部干涉。呢啲國家自家門前雪數得乾乾淨淨，卻對香港國安法指指點點。難道係因為香港依法辦案，戳中咗佢哋嘅痛處？更可笑嘅係，歐盟高級代表仲假惺惺談人權，但係歐盟成員國如法國、德國自身亦都面臨極右勢力操縱輿論嘅問題，對媒體嘅新聞自由亦都有嚴格嘅規管。黎智英案嘅判決正係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嘅正當之舉，依據聯合國憲章同埋國際法，國家安全係主權國家嘅固有權利。G7 同歐盟嘅干涉不過係延續殖民心態，妄圖顛覆一國兩制。香港回歸祖國近30年，司法獨立有目共睹。國安法實施以嚟，社會恢復穩定，經濟重振，市民安居樂業。G7 同歐盟若真關心香港，不如先管好自家後院，唔好再搞呢一種無恥嘅抹黑 show。